身份證唔使，連二維碼都慳返，3-4秒搞掂晒，真係好快。睇下我身後呢個場景，相信好多香港朋友都好熟悉㗎啦。我而家喺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，今日我係受咗香港入境處嘅邀請，過嚟體驗下我哋最新嘅無感 E 道。咩叫無感 E 道嚇？身份證唔使，連二維碼都慳返，直接刷塊面靠個樣就可以過關啦。睇下呢一個無感 E 道，3個人同時過關，快到咁樣，係直頭冇障礙就過咗啦。講緊每個人平均3秒鐘搞掂。跟我嘅鏡頭嚟睇下呢個無感 E 道究竟有幾快？大家知道㗎啦，有時我哋過關嘅時間攞咗個證件出嚟，放返落銀包，有時都唔知放咗去邊，甚至乎有啲情況會遺失咗都有可能。所以呢樣嘢就真係好幫到手。嗱，有啲人話化咗妝咧就唔知道過唔過得到。你睇下我黑你今日化咁厚嘅妝都絲滑通過。嚟緊6月25號就會首先推出，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離境就可以使用。使用資格年滿11歲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，要喺過去90日之內經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旅檢大樓出境次數達到10次以上。無感 E 道開通咗之後，各位合資格嘅朋友記住過嚟體驗下，真係好方便，羅賓認證一定掂。